停止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英雄哥哥，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你看这么多书呢，你随便挑一本，看看你最熟哪一本，我来考考你。这么多书，我没有一本熟的，你就别考我了吧。英雄哥哥，一会儿啊，我读一句，你就往下接一句。如果你接错了，那你就输了。可是我真的不会呀。哎呀，英雄哥哥，你先别急着认输啊。我们开始啊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。我换个男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悦，不亦君子乎？惟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。哎呀，英雄哥哥，你说你不抢话，怎么又抢话呀？对不起，我不抢了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。吾从而师之。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从而师之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你？你别生气，是不是我又惹你了？你说你不抢话，你又抢话，你撒谎，你骗人！啊，那我不呼了。哎，你太过分了吧你！你怎么什么都懂啊你？你也太不给我们俩人面子了吧！小少爷，不跟他呼了，你跟我出去。干嘛？我呼你。小师妹，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，师父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们。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折剑山庄就这么完了吗？我之所以把大家都叫过来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除去这个祸根，帮折剑山庄度过这次难关。各位师兄，你们就别再犹豫了。可是，大师兄毕竟跟我们是同门师兄弟，怎么忍心伤害他？是啊，他毕竟是咱们大师兄啊。放心吧，我也不希望伤害他。我只是希望你们帮我一起把他制服，然后送去官府。嗨，太难看了。这是我刚才教你那套拳吗？对啊，你是这么教的。肯定不是。我学了那么长时间，你怎么能一时半会儿就学会呢？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的。英雄哥哥，你把刚才马尚飞教你的功夫朝我身上试试。如果我真被你点住动不了了，那就是你赢；否则啊，就是你输。可是我伤了你怎么办？哈哈，拜托，你怕伤了他的人，你不怕伤了我自尊啊？这套点穴功夫我练了那么长时间，有时候灵，有时候还不灵呢。你以为你学了就能点？你试试，你试。对呀，英雄哥哥，马尚飞说的对，你呀，尽管往我身上试试吧。那你当心啊！嗨，哎呀，嗨，
嗨，哎，嘿嘿，你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呀，看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怎么啊？怎么了，小少爷？我真被他点住穴，不能动了。啊，不是你也太配合他了你啊！来，你来可是我试试。可是什么？我是老大。来，快！哦，嗨，哎，老大，我没伤到你吧？太失败了。马上飞，英雄哥哥真没伤着你。你看我这样，像是没被伤到过。他不光伤了我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伤了我的自尊。啊？英雄哥哥，你赶紧帮我们解开穴道啊！老大没教我呀。马上飞，你快教教英雄哥哥呀！我也光学点穴，没学解穴。那我就找人想办法啊。对，这间山庄里的人都会武功。英雄哥哥，你赶紧找他们帮我们解开穴道。好，等等啊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张姑娘，他们……大师兄，我们找你有事，跟我来。哎，大师兄，接着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请大师兄指点见招。指点见招，我不会啊。大师兄，你就别再谦虚了。在折剑山庄的弟子中，就属你的功夫最好，而且你还官拜神经营的千户大人，在我们心目中，你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，更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榜样。其实我们早就想请教功夫了，大师兄，千万别让我们扫了兴致啊！哎，我大师兄接招了！师傅，你们简直是胡闹！请出家法。爹，师傅，师傅，都怪姚北督导无方，才发生了今天的事情。姚北愿意带师兄弟们接受一切惩罚。受罚的应该是我。红影，你是折剑山庄的大弟子，你来执行家法吧。您说我怎么了？为师的话你都不听了？来，打我！我不能打，更何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打你。我战天云教徒无方，愧为人师，愧为人父，不该打吗？爹，够了！是我让他们帮我制服大师兄送进官府的，可是我没有错，你也用不着这样。你还不知错？我这都是为了折剑山庄，我错在哪里？同门相残，这就是你犯的最大错误，你还不知悔改。师傅，徒儿愿意带灵儿受罚，这件事情就……住口！好了，别因为我闹得不开心。我知道战姑娘一直不喜欢我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，我看我还是离开好了。慢着！折剑山庄永远是你的家，这里没有一个人说你是麻烦。这里会是我的家吗？红叶，你师傅，大师兄受过伤，失去了记忆，以前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。什么？既然说这里是我的家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小少爷，你说这鸟人真傻还假傻呀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怎么还不回来救咱们呀？你别抱怨那么多了，英雄哥哥肯定是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哎呀，腿都麻了。虫子！小少爷，别害怕，虫子不会咬人的啊。我是不害怕，那就好。可是它在你的脚底下呢。啊？哎，小少爷，你可别开这种玩笑，我最怕虫子了。腿，小少爷，怎么办啊？别把它弄死啊！你撞树你就不害怕了，一撞它就死了。撞树？哪有树啊？你后面啊。救命啊！
虫子没事，你差点把我压死！你出这破主意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你们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啊？差点死了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英雄哥哥，你找的人来帮我们解穴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，老夫听姚北提过，想必二位就是红影的救命恩人。对，是我和我家小少爷救的红影。那您一定就是折剑山庄的庄主战天宇，战大侠了。正是在下。各位掌门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在下自当尽力而为。我也真诚的希望，下一任的武林盟主，就是在场的其中一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能有这等好事？哼，说穿了，你是希望我们当上武林盟主，然后受你控制，从而控制整个武林，对吗？听这位掌门的口气，好像不愿意帮本公公这个忙。我们习武之人，最重要的是气节，讲究的是堂堂正正。想让我们为那些连立根之本都没有的人充当杀人工具，哼，简直是做梦！既然话已至此，那么本公公只有得罪了。水火争长，灭我惩罚。说实话，今天我也不想为难在座的各位。不过，这煮酒论剑的事儿，请公公放心，我等一定鼎力相助。来，祭拜你的爹娘吧。这坟里葬的是我的爹娘。你对过去的事完全没有任何印象。我也想想起自己的过去，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呀。也许忘记过去，对你来说是件好事。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是谁。孩子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只是让你想起过去，反而会令你更痛苦。可是我实在不明白，马老大还有仁院老师想尽办法唤醒我过去的回忆，为什么您……你别多问了，你只要记住，你是我战天云最引以为傲的徒弟。我真的是您的徒弟吗？可是公公，折剑山庄的庄主战天云武功高强，他从未有过败绩。这煮酒论剑，他已经连续赢了好几届了。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想胜过他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你说的对，战天云是个武功高强的强者，可你别忘了，再强他也是个人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有弱点。在下愚钝，请公公明示。你按我吩咐的办就行了，到时候你会明白的。师傅，这是各门各派掌门投来拜帖，他们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参加这次煮酒论剑的比武大会。回了他们，告知所有掌门人，老夫已经决定取消今年的煮酒论剑，而且折剑山庄以后再也不举办比武大会了。煮酒论剑这个词将永远在武林中消失。可是，之前我用您的名义广发了英雄帖，召集天下各路豪杰齐聚折剑山庄，以武会友。什么？所以，如果师傅您取消煮酒论剑大会的话，肯定会招来武林同道的不满，而且折剑山庄也会背上一个出尔反尔的骂名。大胆，竟敢趁老夫云游之际冒名广发英雄帖！徒儿知错，徒儿不该未经师傅允许擅自做主。可师傅，您天下第一剑的美名得之不易，而且凭空将武林盟主的宝座拱手让人，我
我不甘心。师傅，有人硬闯折剑山庄，还抢走了我和武师弟的剑呢。什么？哼！不懂得用剑，就别拿它来做装饰，很危险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撒野也不找个地方。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。小北，老夫战天云，不知道阁下来我折剑山庄有何指教？找人比武，比武？恐怕要让阁下扫兴而回了。你也看得到，此地已经时过境迁，连山庄的名字都改为折剑山庄，而老夫也不轻易跟人家论剑。战大侠一代英豪，无名也非常钦佩，怎么敢跟您论剑？我要找的是叶红影。红影？久闻战大侠光明磊落，我想您一定不会撒谎。此刻叶红影应该就在折剑山庄，您不会否认吧？没错，红影确实就在我折剑山庄。那就请战大侠成全，让我与叶红影见上一面。只是老夫不明白，阁下为什么非要找红影比武？与叶红影一分高下，是无名此生的愿望。恐怕要让阁下失望了。失望？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的叶红影，已经不是从前的叶红影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我说你每次怎么都输啊？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豆腐啊？你太难得了。我也想赢啊，可每次都输。哎呀，不说那么多了，人才，愿赌服输。英雄哥哥，这次还是你当鬼。给他往贴上点。哦。你们藏好了没有？我们躲好了，你来抓我们呀！他就是叶红影。是的。你也看得见，如今的红影已丧失了记忆，他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是个6、7岁的小孩。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事实摆在眼前，难道阁下还不相信老夫所言？方才老夫看见阁下右手虎口长了后茧，想必是一位用剑的高手。如今红影已丧失了武功，你就算与他比武胜出，恐怕也是胜之不武吧。战庄主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阁下果然不是侠义本色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说。久闻战庄主不仅武功盖世，而且医术也独步天下，相信你一定能医好叶红影的伤，使他早日恢复记忆。天下事无绝对，老夫尽力而为了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谦虚。比武之事，今日就暂且作罢。待到他日，等叶红影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一定要与他分出高下。告辞。上面请教阁下尊号。小人物长空无名。长空无名。真希望婴儿能永远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。可是已经有人盯上折剑山庄了，难道一场浩劫真的无法避免？看样子还真得认真应对这件事了。师傅，您真的同意如期举行煮酒论剑了？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当年我年少轻狂，为了一点虚名，找江湖人争来争去。现在看明白了，想跳出这个泥潭是不可能的了。既然躲不掉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那师傅，是不是还在怪徒儿冒师傅之名广发英雄帖的事？事已至此，再怪罪于你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错已铸成，也只能寻求善后之道。如果师傅还是认为是徒儿的错，徒儿甘愿受罚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
我待你们师兄弟情同父子，试问天下之间，有哪个做父亲的会不原谅自己的孩子所犯下的过错？多谢师傅。传话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个人都要勤加练剑。是，徒儿这就去。为了婴儿，我不得不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各位师弟，5年1度的煮酒论剑就快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用心，勤加练剑。是。你们去那边练，你们几个在这边练。翻身。五师弟，没事，五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起来。孟宽，师傅。孟宽，你根基差，出道晚，应该更勤奋的练习才是。这样下去，你怎么跟得上你的师兄们？郑庄主，大侠哥，郑庄主，你在教大家练剑啊？你也教教英雄哥哥吧。不，你们2位带红影离开，藏剑炉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为什么呀？对啊，你不是也说他是你大徒弟吗？你光教他们，为什么不教他啊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赶紧带他离开，不要妨碍其他人练习。可是，哎呀，好了，老师，我们不要勉强别人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算了，不教算了，你不教我教。他们拿假剑，咱们找一真剑，找个西瓜让他砍着玩。走。师傅，弟子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肯再教大师兄剑术呢？煮酒论剑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师兄一定可以帮上忙的。不，我不会再教他一招半式了。当年我把毕生绝学都传授给了他，这是我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第2次。英雄哥哥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这些树帮忙啊！你看它们都枯了，不剪不行啊！哎呀，别剪了，你是个大侠，大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？我爷爷说过，一个人啊要多读书，多读书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我现在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？那怎么行啊？你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我姐姐就会看不起你，不喜欢你。你姐姐啊？我认识你姐姐啊？你当然认识了，我姐姐啊就是冬晴姑娘啊。冬晴姑娘。哎呀，别剪了，英雄哥哥，今天啊我教你唐诗宋词，走吧。我背一首呢，你就跟着背一首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你专心一点儿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寒蝉破茧。你刚才耍的那套剑招好厉害啊！厉害吗？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再耍一遍刚刚那套剑招给我看看。耍？
忘记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听我吟诗才会想起那个剑招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整本的唐诗宋词都给你找过来。你等着啊！哎！老师的姐姐冬晴姑娘到底是谁呀？哎，鸟人，真闲着你啊！哎，正好你闲着没事儿，我洗澡帮我搓泥去。哎，老大啊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问谁啊？冬晴姑娘，老师她姐姐啊。你问她干什么呀？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认识她。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那你告诉我她是谁啊？她，哎，干什么啊？吓我一跳！魏公文的媳妇儿，你嫂子，媳妇嫂子，我的媳妇，我的啊，你的啊，不许跟别人说啊，也不许问别人，没公开啊，不说，连他也不许问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是那个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不许对他有想法，一闪念都不许啊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好，全是你的。爹，您偏心，您真偏心。上次想把你大师兄送进官府的事，我还没有怪你，现在你又乱发脾气。我没有乱发脾气，我说您偏心，您就是偏心。住口！我对你和其他师兄弟一视同仁，虽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对其他师兄弟也是视如骨肉，这是偏心吗？那为什么师兄们能去送回帖，我不能去？你任性冲动，让你出去只会给爹带回一大堆的麻烦。我是个麻烦，那大师兄呢？我看他才是个大麻烦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山庄会毁在他的手里，我恨不得一剑杀了他。我不准你这样说。我要你记住，红影不是外人，他是你的大师兄。一个坏人比你的亲生女儿还重要吗？不用说了，这个事我心里有数。好，我不说，反正不管我说什么，您都听不进去。自从叶红影回来，您和二师兄都是这样对我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我，我恨死叶红影了。当年我一念之差，差点毁了红影的一生。我绝不能让红影再走上那条一错再错、无法回头的不归路。岳掌门，这是家师的回帖，煮酒论剑大会上还请岳掌门多多赐教啊！少侠太客气了，战大侠武功盖世，名满江湖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到时候还要请战大侠多多指点才是。好，待我回去之后，一定转告家师。告辞。少侠且慢。岳掌门还有事。来，少侠，再干一杯。来，干！来。好酒啊！我来给你买上。少侠，我们姐俩把你伺候的可舒服。好，我喜欢。少侠，我先行告退，我还有事。啊，你忙。来吃菜呀。参见厉公公。公公，有什么事让下人捎个话，我过去就行了，怎么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？今天我来，就是想看一看，我交代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？公公，您听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是人，他一定就会有弱点。家贼难防啊！战天云他就是再强，也必败矣。这干嘛？教你练剑呀！你忘了上次你一听我吟诗，就立刻想起那个剑招，所以我想再试试。
看能不能帮你恢复记忆。我没忘，是你忘了吧？上回我们看大伙练剑，师傅不想教我剑术，还不准我看大伙练剑。准不准是他的事，练不练是我们的事。再说了，我们待在这儿又不去藏剑炉，你师傅不会知道的。再告诉你一点，做人不能死脑筋，记住了吗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在这儿？你看见其他师弟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大侠，你说的什么师弟我没看到啊。大师兄，别叫我大侠，叫我名字，姚北，叫我江姚北。那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你是他大师兄，你喊他名字是应该的。姚北哥哥，那以后你也别叫我小少爷了，别叫我的名字过人怨，人怨好吗？人怨说的有道理，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客气了。对了，大师兄，我刚替师傅办完事回来，正好你也没事，指点一下我的剑术吧。让我指点你？是啊，大师兄，煮酒论剑没有几天就要开始了，哪个门派获得最后的胜出，他们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大师兄，你要多指点指点我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师傅保住这天下第一的名号。你这畜生，给我起来！院长们，你这是？你还敢问我？我好生款待你，没想到你却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竟然玷污了我的爱妾！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！什么？老爷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嗨，我没有啊！你不能诬赖我呀！你院长们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哎呀！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指点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不知道我知道啊，我会帮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姚北哥哥，记住了，你可千万别手下留情，这样才可能帮着他想起以前所有的事情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师兄，别推辞了，请赐教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带水龙舟飞将在，不战化作一身。孤灯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方骤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英雄哥哥，大师兄，愿你让开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红影，以前的你不但懂得武功，而且剑术独步江湖，无人能敌。就算与我交手，我也没有把握50招之内胜你。师傅，煮酒论剑眼看就要举行了，如果大师兄恢复了记忆，一定会帮上您的。我说过，不准让红领再练剑，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我们折剑山庄煮酒论剑。红影不能在场。师傅，您不让大师兄恢复记忆，这对他太不公平了。难道你想违背师意？徒儿不敢。跟我回去看看其他师兄弟们回来了没有，我有话要问他们。是，师傅。英雄哥哥，我真的很怀疑，你到底是不是你师傅的徒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是，可能就是吧。否则他为什么把我们留在折剑山庄呢？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。既然你是你师傅的徒弟，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教你剑术啊？还有，他刚才说他不愿意让你恢复记忆。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原因吧？跪下！我早就听说，折剑山庄，战天云战庄主，义盖云天，高风亮节。可没想到啊，他教出来的徒弟，竟然是一个强占民女、行为龌龊的衣冠禽兽。骑兵唱功，我把这个畜生当作朋友，可是他竟然侮辱我的爱妾，这都是证据确凿、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！而且我还有这么多的人证，都可以为我作证啊！
我看见了，就是大胆孟宽，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难道你视我大明律法于无物吗？你可知道，奸淫妇女应当受何种刑罚？哼，我早听说了你们东厂折磨人的种种酷刑，但我孟宽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有什么把戏尽管对我使出来。既然你们存心陷害，我无话可说。恨之恨，我有眼无珠，信错了人。好，有种。想死吗？孟少侠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哼，在你行刑前，我一定会把你拉到大街之上，游街示众，让江湖上的人都看清楚，他战天云教出来的徒弟，全都是一些寡廉鲜耻之徒。什么？抓我游街？怎么，死你都不怕，还怕游街？煮酒论剑是武林同道以武会友的江湖聚会。东厂是吃官饭的，两方面都没有关系。他们为什么要插手呢？师傅，徒儿大胆猜测，东厂这次一定是想借武林人士之手，夺取武林盟主宝座的位置，借以控制整个武林，以扩大他们的势力。不，我倒认为，东厂想插手煮酒论剑，绝对没这么简单。爹，他们的目的是冲着大师兄而来，您千万别再执迷不悟，不要留着大师兄这个祸害了。住口！这件事我心里有数，你们都下去。可是爹，下去，等孟宽回来了，叫他立刻来见我。是，师傅。但愿灵儿说的不会是真的，否则折剑山庄定要面临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。不用说了，我宁愿一死，也不会让你们辱没了我的师门。死可以解决一切吗？我会把你的尸体挂在人多的地方，当街示众。到时候，你师父照样会颜面丧尽，再也没脸在江湖上立足了。我和你的师父曾在朝中共事，说实话，我是十分钦佩他的为人。我真不愿意看到折剑山庄和你师父几十年的盛名毁于一旦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只要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保证，不但替你洗掉罪名，还可保全你师父的威名，还有折剑山庄在江湖上的美誉。你想怎么样？非常简单，只要你在煮酒论剑的当天，想办法让你师父服下这包药。你想让我毒害我师父？先别忙着拒绝，凡事都要想清楚。孟宽这孩子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大丈夫无所不能对人言，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？战庄主，我们没偷偷摸摸的，是英雄哥哥想问你点事儿。师傅，我从小就教你，做人要无藏无私，有什么话别吞吞吐吐的。仁远老师要我问您，我是不是真的是您弟子啊？你问这话有何用意？我没别的意思，
师傅，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呀？对呀，站庄主，您可千万别发脾气，错怪了英雄哥哥。你当然是我的弟子，而且还是我战天云门下的大弟子，更是我一手抚养成人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替英雄哥哥问您一句吧。在您那么多徒弟当中，英雄哥哥是不是您最讨厌、最不懂事的徒弟啊？刚好相反，在众多弟子之中，他是我最疼爱、最器重的徒儿。实际上，我已经把他当成亲儿子看待。那就更让我想不通了。你看你这小脑袋，里面到底想些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想不通的？既然这样，英雄哥哥是您最器重、最疼爱的徒弟，那您为什么不让他练武功啊？还有，我觉得您好像不太想让他恢复记忆。我不想让他恢复记忆，并不是因为我不疼爱他，刚好相反，我是不想害他。害我？师傅，这我就不懂了。虽然你我是师徒相称，您又说了您把我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师傅怎么可能会害我呢？那是因为师傅，师傅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现在才回来？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先吃饭吧，然后再来找我。是。喂，英雄哥哥，刚刚我们跟你师傅说了半天话，你听懂了吗？没有，师傅说的我都听不懂。我也是，问还好，一问就更糊涂了。难道这就是高人？多高啊？难怪大家都称你师傅是高人呢。原来高人说话就是故意让人听不懂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，灯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